台南成功大学发现有校外的人偷走入去查某便所要共偷看，加在有学生发现，把这个不输柜锁伫便所内底，报警察掠嫌犯。着惊的查某学生是指控性骚扰，警方已经依照社会法甲嫌犯送办。一个查某学生伫城大某一个系所咧上便所的时阵，想要到一月头，雄雄发现顶悬有一个人咧偷看。查某学生惊一跳，冲出去便所发救命。伊嘛真巧，随甲嫌犯锁伫咧便所内底。这个门赶关起来，然后求救。然后我们现场的根据学校的 SOP， 现场的老师啊，跟现场的我们学校的同仁，就合力把这个偷窥的人就都抓到。校园里面就有建立一个紧急事件的一个 SOP， 学生啊，或者是行政同仁或者是老师来多做一些宣导。伫这个过程中，嫌犯阁上康树旁未逃走，规日涂骹拜托大家帮伊刷。加在老师、保全甲警方，拢真紧就到现场，甲这个查甫人带回去派出所做笔录。规定受理性骚扰行政申诉以及社会秩序维护法处理在案。是不开吗？只有学生才能使用。会不会觉得系馆这边比较角落一点？不会，对，结伴可能是比较务实的做法，其他的话我也还没想到。当事人即马已经提出性骚扰的申诉，警方也照社会法侦办。不过因为大学校园是开放空间，佮加上司法的便所伫校园较偏僻的所在，互不法人士有机会通做歹。未来校园除了加强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，嘛已经伫校园内底设校安通报设备，希望会当阻挡这款代志搁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